娘亲一生不弃。说什么？你自己娘亲人不亲，你不是世家堂上有娘亲。原在虽是娶家呀，可原在不是娶家生。你何时离开生身母？我猜测娘胎就离分。你可知你生身之母在何处？我只知他是个生把廉耻的出家人，台头三尺有人灵，假如宫里生娃要留神。是他原在我心有离婚事多密，落海堂上去神灵。其实谁无来？哦，来此一是芦花堂。落海堂，落海宫，落海菩萨真威风。姿态万千各不同，能文我风与吉凶。哦，那就请师太为我问一个吉凶。请问贾月公今年几岁16岁， ？16岁。哎，16岁，16岁啊！你是哪只家先进门的？本者做人，哦，左脚先进从左算起，右脚先进从右算起。我是左家先进门的。代表你从左边算起。哎，一五一十15、16说到这长白芦花，我心上涌往事历历，魂似梦。16年前万心痛，那生郎真是求他做媒翁，可叹我愿望产子难收养，只落得母子永别难重逢。是他，是他，你怎么流泪了？我不曾落来，是灰尘落到我眼睛里了。灰尘落到你眼睛里了。啊，那你为什么不与我再说下去？哦，就是这针长眉芦花。就是这针长眉落红。
来如海如小涌，自然自己不知凶。哦，贾牛公，他在为你而想，他想我什么？他想你用长读书，勤用功，将来能做上元公。不，他想我银窗读书，勤用功，生出后来也朦胧。他想我为何不去家母亲，因我母子不从从长眉落花，你啥真的有灵性？菩萨应该算心错。你告诉我，何人赐我生生母？我该到何处去行走？你告诉我，有情人本是水流，相许是阴差何奈用？你告诉我，为没有错他是谁？死心不被他在那座堂中。待我上前将儿生，是他。哥，不哭。家怎能理红尘？今天我是江儿人，一场桃酒江里，一生命运把关心，一场风波平地生，一场长子到官厅，一道金陵封外门。一等乱棍将无关，一人百姓多议论，一群顽童谁根，一个个子子娃娃十八天，千人马来万人恨，叫我才是真恩。恩恩恩恩换来他定是我母亲。吉祥人来，举步。
相信母子能真心去而不能去。何况16年。心子里儿到根底，我真不承是他，是他，继儿头的家园情，少年才成真情。今天我让江儿人陪他人间第3分。3千绝不离在东朝好友不接近，身家是当南地里，进都考上南京门。儿子回来渡江。贾女公，睡不着，比你要年轻，做功课去了。是他，是他，是他，咱们落花不撒呀。我几番生命他不为意，为什么我千方百计来求客，他天上的人儿不懂心？为什么我满腔的情爱无情啊？为什么他将我当作门路人啊？句句言语。
难